大家好，又係理財密碼1011 Michael 啊！大家睇開新聞會唔會發現好多美容院嘅騙案呢？點解會咁多人受騙嘅呢？同埋佢哋用啲咩招數嚟到欺騙顧客呢？我哋又點樣去提防佢哋呢？今集內容非常之豐富，我用第一身嘅經驗同大家去講點樣去預防受騙。記得同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馬上去片。香港美容業亂象頻生啊！根據消委會同埋媒體嘅報導啊，近年來投訴個案不斷上升啊，涉及嘅金額由數萬元至到數百萬元不等啊！呢啲騙案多數發生喺美容院啦，或者無牌醫美中心。常見嘅手法就包括咗高額嘅銷售啦、價格欺詐、偷工減料，更甚啦就係透過交友 App 或者社交平台誘導消費者購買昂貴嘅療程啊！呢啲受害者咧，有年輕嘅女性、男性或者甚至係中年人士，被騙後不僅咧係損失咗金錢，仲要背負債務同埋心理壓力啊！我想呢度咧問大家一條問題啊，如果你睇一個人嘅時候，你會唔會睇咗佢外表先啊？會唔會外表過咗關之後，先至慢慢花時間睇佢性格同埋內涵呢？如果你答案話係嘅話咧，咁樣就證明咗美容院嘅錢係特別易賺嘅。咁我入過美容院咧，真係發現咗有以下嘅情況喎。我見到咧一啲美容師咧，為咗吸引顧客或者推銷服務啦，可能就使用甜言蜜語啦、誇讚或者表現出過分嘅關心喎，讓顧客誤以為對方對自己有特殊嘅感情啊。呢種行為咧，有時咧係為咗增加顧客嘅忠誠度或者銷售產品，而並非真心發展感情嘅，容易讓尋找愛情嘅人誤解啊！即係話佢哋係想開單㗎咋。二咧就係美容院嘅環境啊，設計得非常之溫馨同埋舒適。咁我試過見過啦，佢會擺咗好多嘅植物喺度啦，或者會望到咧無敵嘅海景啊，係營造出咗浪漫啦或者親密嘅氛圍。柔和嘅燈光，讓顧客喺放鬆嘅狀態之下，容易咧係對於美容師或者其他顧客產生好感，唔將呢種氛圍當成真實嘅情感聯繫啊！除咗舒適嘅環境底下咧，美容院咧亦都特別咧請咗好多俊男美女喎。佢哋可能分別係擔任咗係醫生啦、經理啦、副經理啦，或者係美容師啦。咁所以咧喺買 package 嘅底下咧，自然係冇難度啦。世界上一定有啲不道德嘅美容院啦，佢哋可能會利用咗顧客嘅孤獨感啦，或者對愛情嘅渴望喎，通過安排偶遇或者介紹合適嘅對象嚟到吸引顧客重複消費喎。例如美容院可能安排某位員工假裝對顧客有好感，誘導顧客購買更多嘅服務同埋產品啊！騙徒手法真係層出不窮啊！佢哋咧招聘咗一班俊男美女咧，係培訓啊，然之後咧就要求佢哋咧喺交友 App 度咧就扮演暖男或者係女神啦，假裝追求受害者。咁約會後咧就馬上咧誘導佢哋咧去到美容集團購買昂貴嘅美容療程啊，聲稱咧係投資或者係幫忙啊。受害人咧當時咧一定冇咁多現金喺身啦，於是後咧就被遊說咧係碌信用卡啦，或者咧去一啲嘅財仔咧係借錢喎。咁結果咧感情受騙，受害人咧多數都係年輕人啦。好似2025年今年啦，一名香港嘅少女咧就遇見咗假暖男，被誘簽咧20萬元嘅療程啊，負債累累啊！咁我將呢啲美容騙局咧分為幾大類啊，係參考咗香港消委會啦、東張西望啦，同埋咧美容院黑店討論區嘅資料嘅。招數咧當然係包括咗高額嘅銷售啦，美容顧問或者治療師喺免費體驗之後就強迫消費者簽約啊，強調咧限時優惠或者皮膚問題非常之嚴重啊，唔俾你離開店內。常見咧就係尖沙咀或者旺角呢啲商業區嘅美容院啊。典型受害者後果咧就係簽下數萬元至數十萬元嘅療程，事後後悔但係難退款啊！咁相關嘅案例就喺2025年，多名苦主投訴小型美容院治療師 hard sell 失敗之後就 hea 做，即係敷衍療程啦，導致後果係差勁嘅。第二種咧就係價格欺詐。
即係海鮮價，療程價格浮動不定啊，新客享低價嘅優惠，舊客咧感覺受騙，口頭承諾與實質開單價不符，或事後加收隱藏嘅費用啊。典型受害者嘅後果咧，就係舊客咧就付咗較高價，感覺不公，新客簽約後咧就發現療程無效啊！咁苦主當然係氣憤，新客比舊客係便宜，破壞咗彼此嘅信任啦。大家咧知唔知道點解咧會有海鮮價出現咧？咁嘅原因咧就因為咧，佢哋嘅銷售經理咧都要係每個月跑數嘅，咁如果月底咧跑唔夠數嘅時候，佢就會向咧現在嘅客人啦，無論係新客或者舊客啦，會提供一啲特別嘅 discount 啦，或者 sell 一啲嘅 package 啦，令到佢可以滿足到跑數個效果嘅。咁如果新客同埋舊客咧，佢哋彼此係將呢啲信息咧係交換嘅時候，咁就會造成咗佢哋覺得係不公平啦，同埋對於美容院嘅不信任啦。第三咧就係偷工減料喎，使用山寨嘅儀器或者係減量嘅療程，例如 HIFU 療程係承諾咗600線咧，只打500線，針劑咧係稀釋或者係換假探頭，常見於咧無醫生駐場嘅小店啊。咁療程無效嘅時候，甚至會皮膚會受損，難證明咧係偷工嘅。受害者會發現咧肉毒桿菌啊嘅針劑咧 ml 數係不足嘅，或者係用咗假貨嚟到替換。以我所知咧，如果做一啲嘅 HIFU 療程咧，之前咧就會打一啲嘅麻醉劑嘅，咁所以咧，究竟佢足唔足夠呢個嘅線咧係打落去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個顧客咧係無從得知嘅。咁出到嚟個效果唔好嘅時候咧，可能銷售經理咧就會加推一啲額外嘅 package 啦，咁又叫你去再買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偷工減料咧，亦都會係真係影響咗嗰個效果啦，同埋令到係消費者嚟受騙㗎。第三咧就係技術混淆同埋假承諾啦。其實咧顧客咧未必好清楚嗰個技術咧係點樣做嘅喎，但係咧顧問可能係混淆咗技術，例如將超聲波同 RF 射頻咧撈亂啦，推銷一啲唔適合嘅療程，或者係誇大後果啦。例如講到話永久除毛啊，但係冇白紙黑字保證啊，咁顧客咧買錯咗療程，浪費咗大量嘅金錢啊，效果不似預期啊。第四樣咧就係賣豬仔同埋假搬遷啊！美容院結業後咧係擅自轉移客戶嘅資料俾其他嘅機構，強迫加碼充值續療程啊，或以搬遷為名真結業啊！療程中斷需要額外再付錢，涉案金額咧達到數百萬元啦。好似2025年啦，尖沙咀2間美容院涉賣客戶嘅資料，逾130人係受害嘅，金額咧係達到180萬元啦。呢啲騙案咧常見於2024至2025年，涉案嘅金額累計咧係上億元啊！一方面大家了解咧，我講一個典型受害者嘅經歷。假設我係受害者，以第一人稱為敘述啦。去年底咧，我喺交友 App 度咧認識咗一個自稱 Sam 嘅戀男啦。佢就係話自己係美容業嘅投資者，約我出去食飯，聊得好投緣啊！佢係好關心我嘅皮膚問題，話我咧好卡哇伊，但係有點痘疤會影響咗自信啦。第二次約會咧，佢就馬上帶我去尖沙咀一間美容院做免費嘅體驗，說係幫我投資自己喎。入到店後咧，顧問同埋治療師圍上來高壓推銷 HIFU 嘅療程，聲稱咧永久改善皮膚限時8折啊。Sam 咧就喺一旁勸我，話佢會幫我咧分擔喎。咁我一時心軟咧，就刷咗信用卡啦，簽咗20萬元嘅分期療程啊！返到屋企後咧，我發現療程後果咧好唔明顯啊，所以就好唔開心啦。就詢問咧顧問咧就講話要需要再做多幾次喎。更慘嘅就係 Sam 開始咧疏遠我啊！我查 App 嘅時候先至發現佢同時聯絡多名嘅女士啊。咁手機咧係藏咗好多交友嘅程式，原來佢係集團嘅中介啊，專門誘導咧女仔去買一啲嘅療程抽佣金嘅。我月入咧僅1萬多。
多㗎咋，現在咧就要背負巨額嘅卡債啊，每月咧還款壓力咧大到咧係失眠啊，報警咗之後，警方話我證據不足啊，難追回錢啊，事後我先知道咧，呢個係常見嘅假暖男騙局，類似嘅受害者係超過100人啦。呢個故仔咧就係反映好多個受害者嘅共同點喎，就係感情嘅誘導同埋咧高額嘅銷售啊，導致債務纏身。真實個案中啊，有人被呃咗60萬元先至醒覺啊。咁預防嘅建議咧，第一就係要做功課啦，例如上消委會嘅網站查下黑店嘅名單，或者 Google 香港美容院黑名單啊。第二就係千祈唔好衝動啊，體驗咗之後唔好即時係簽約啊，利用7天冷靜期去退款，要求白紙黑字記錄價格啦。第三就係揀一啲大嘅鋪頭，優先選擇咧有醫生駐場、用原廠儀器嘅連鎖店啊。加上咧就要警惕啊，陌生人推銷美容啊，查下對方嘅背景啊。仲有如果真係萬一中招之後咧，就要聯絡消委會喎，因為2025年政府咧就已經加強咗預繳式嘅消費保障，但係目前咧仍然需要自保㗎。記得有人同我講咧，與其花錢去美容或者係外表度，不如將啲錢花落喺自己嘅內涵同埋修養，會唔會可以更加係吸引咗一啲有質素嘅人士呢？咁我都覺得係啱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外表咧會隨住年齡咧而有所改變。咁試諗下啦，如果你有一個亮麗嘅外表，但係咧完全係冇一個內涵同埋修養同埋智慧嘅話，其實咧呢一段嘅緣分咧都好難會長久嘅。大家覺得今集點樣咧？如果覺得有用，記得同我留言分享，記得繼續同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